各位朋友，今天我要和您谈一个听起来可能有些颠覆印象的话题：白粥里少不了的皮蛋。皮蛋豆腐是夏天最清爽的菜色之一，几乎家家户户都吃过。但您知道吗？这个陪伴我们一辈子的传统美食，其实正悄悄地一点一滴地拖垮您的肝脏与肾脏。也许您会觉得夸张，因为皮蛋在我们生活里太熟悉了。早餐店、宵夜摊、家庭聚餐，它总是默默出现，从没人怀疑它有问题。但临床数据和真实病例告诉我们，长期大量食用皮蛋确实可能带来慢性健康风险。肾功能下降、血压控制不稳定，甚至重金属中毒，这些听起来严重的病症，都曾在我诊间的病人身上发生过。我是李建华医师，从事内科临床超过30年。在这些年里，我看过无数长辈因为饮食习惯而付出沉重代价。作为一位老医师，我的责任不只是治病，更是提醒大家，熟悉不等于安全，传统不一定代表正确。今天，我想把皮蛋的真相摊在阳光下，让您和家人能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朋友们，知识就是力量，无知却可能夺走健康甚至生命。如果您愿意和我一起揭开皮蛋背后的秘密，请现在就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每一次我们分享的健康提醒，您都不会错过。同时，我也想知道您是否正在专心关注这个影片。如果觉得内容有帮助，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如果没有，就输入数字0。您的回馈会帮助我未来针对您最关心的主题做更多分享。我承诺，在影片的最后会送上一个简单的小秘诀，帮助您即使偶尔想吃皮蛋，也能把风险降到最低。这不是要剥夺您生活的乐趣，而是帮助您找到更平衡、更健康的方式。现在，让我们先从那些最常见的想法开始。许多人深信皮蛋是养生、解毒，甚至保护肠胃的好东西，但这些说法真的站得住脚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些流传已久的神话。在许多台湾家庭里，皮蛋就像是餐桌上的老朋友。小时候，白粥里加上一颗皮蛋，就是最简单又满足的一餐。夏天来一盘皮蛋豆腐，更是开胃凉爽。正因为它太熟悉，许多人对皮蛋产生了几个根深蒂固的看法，但这些看法却往往是最大的误解。第一个神话，皮蛋能清热解毒，很养生。很多长辈相信皮蛋能降火气海，有人说吃了能解毒，可是在医学文献里并没有任何确切证据证明皮蛋具备这些功能。相反的，皮蛋的高碱性反而可能刺激肠胃，让身体更不舒服。第二个神话，皮蛋能保护肠胃，帮助中和胃酸。有些人觉得，因为皮蛋带点碱性，所以能中和胃酸，吃了比较舒服。但实际上，这种舒服只是一时的假象，长期下来，反而会让胃黏膜受损，引发慢性发炎。临床上，不少长辈因为常吃皮蛋，反而更容易出腺胃酸逆流胀气的症状。第三个神话，自家腌的一定比工厂安全。有些人相信自己动手做的皮蛋比较天然，没有化学添加物，所以一定更安全。但传统自制皮蛋往往使用石灰、铅盐或铜盐，比例与时间难以掌握，反而更可能造成重金属残留。这也是为什么在我诊间里曾经遇过整个家庭因为吃自制皮蛋而肾功能受损的案例。朋友们，这些神话听起来很合理，但缺乏科学根据，甚至可能是危险的陷阱。熟悉不代表没有代价，传统也不一定等于安全。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步从医学角度出发，拆解皮蛋在制作与食用过程中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与健康风险。朋友们，很多人会问我，医师皮蛋不
不就是一颗蛋吗？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问题呢？其实关键就在于皮蛋的制作过程。皮蛋的特色是它独特的黑色蛋白和凝固的蛋黄，这种质地的背后是透过石灰、碱液甚至含铅、含铜的化合物长时间浸泡所造成的。高碱环境会让蛋白质发生变化，产生浓烈的风味与口感，但同时也带来潜在的健康风险。第一个风险，强碱对肠胃的刺激。皮蛋的 pH 值往往偏高，吃进去后会对胃黏膜造成负担。短期可能只是轻微的胀气或不适，但若长期食用，就像每天都在用碱水冲刷胃壁，久而久之会导致慢性发炎，甚至增加胃溃疡风险。第二个风险，重金属残留。在传统工艺中，为了固定外形与缩短时间，常会使用含铅或含铜的材料，铅会在体内累积，伤害神经系统与肾脏，铜过量则可能导致肝脏损伤。世界卫生组织早已指出，铅没有安全摄取剂量，也就是说，只要摄入就有潜在危害。第三个风险，盐分与其他添加物。有些商业制成为了加速反应会混入盐分或其他化学物质，对于已经有高血压或肾病的长辈来说，这些额外的负担会让血压控制更加困难，也增加肾功能恶化的风险。所以皮蛋的问题并不是今天吃一颗会不会出事，而是长年累月的吃，就像水管每天流过带碱性的水，起初看不出来，但10年、20年后，管壁早已被腐蚀，身体也是如此，损害是慢慢累积的。听起来或许让人担心，但了解了这些机制，我们就能更清楚知道皮蛋背后的风险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科学可以解释的现实。那么皮蛋里的强碱与重金属到底会对身体哪些器官造成具体影响呢？下一段我会带大家看得更清楚。朋友们，刚刚我们谈到皮蛋在制作过程中会使用强碱与金属化合物，那么这些物质到底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身体呢？让我们仔细看看。第一，强碱对肠胃的长期伤害。皮蛋的碱性不只是在口感上让您觉得滑顺，事实上它会刺激胃黏膜，就像每天用肥皂水冲洗皮肤，短时间也许没事，但长期下来皮肤会前裂受损。同样的道理，胃壁长期接触强碱，就容易出现慢性发炎、胃酸逆流，甚至增加胃溃疡的机会。很多病人告诉我，吃完皮蛋后会觉得胀气、打嗝，其实这就是肠胃在抗议。第二铅的危险。传统皮蛋常用铅盐来固定蛋白质结构，铅一旦进入人体，就会在骨骼与肾脏累积，不容易排出，长期摄取会导致肾功能下降，甚至引起高血压与贫血。对于小孩或孕妇来说，铅更可能影响神经系统，造成智力与学习能力的下降。世界卫生组织已明确指出，铅没有安全剂量，任何摄取都可能带来风险。第三，铜的过量。有些制成会使用硫酸铜，让蛋黄呈现漂亮的绿色，可是铜在体内过量同样危险，会导致肝脏负担加重，甚至引起肝炎或肝硬化。临床上，我曾遇过长期爱吃皮蛋的长辈，检查出肝功能异常，后来排除其他原因，才发现与铜摄取有关。第四，叠加效应。很多人以为偶尔吃一颗应该没关系，但别忘了，我们的饮食中还有其他来源的重金属与高盐，例如海鲜、加工食品。如果再加上皮蛋，就像往已经很满的水桶里倒更多水，最后一定会溢出，身体也会出问题。所以说，皮蛋的危险不只是一颗蛋本身，而是它所带来的
长期累积效应，它对肠胃、肾脏、肝脏的影响是日积月累、悄无声息的。那么，医学界对于皮蛋的这些隐忧，究竟有怎样的观察与结论呢？接下来我会带您听听专家的意见。在临床经验之外，医学界对皮蛋的安全性也早已有许多观察与研究。这些结论或许不像传统印象那样美好，但却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现实。以台湾荣总消化内科的张永谦医师为例，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就明确指出，皮蛋不是不能吃，而是不能常吃，不能多吃。因为传统制作皮蛋时，往往需要使用含铅的成分来促进蛋白质凝固。虽然近年来市售皮蛋多宣称无铅，但检验发现仍有部分产品含有微量铅或铜，长期食用还是可能造成慢性中毒。根据食品科学期刊的研究报告，连续3个月每天摄取皮蛋的实验组，血液中的铅浓度比对照组高出2倍以上。研究人员指出，这种累积效应才是真正危险的地方，因为铅与铜在人体内代谢速度非常慢，几乎是进得快，排得慢。专家也提醒，不要过度相信自家腌制比较健康的说法。家庭制作缺乏精密的控制，常常会出现盐分过高或发酵不均的情况。结果不但不能降低风险，反而更容易造成肠胃不适与重金属残留。很多病人以为自己做得最安心，却没想到其实更危险。张医师最后的提醒值得大家铭记：传统饮食习惯值得珍惜，但更需要与时俱进。当医学已经证实某些食物有风险时，我们不能只凭回忆和口味来决定。朋友们，这些专家与研究的结论与我的临床观察完全一致。皮蛋或许是许多人熟悉的味道，但长期大量食用确实会增加肝肾负担与慢性疾病的风险。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位病人的故事或许会让您更直观地感受到皮蛋背后的危险病不是空谈。在我的病人当中，有一位案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陈先生今年62岁，住在台北，是一位退休公务员。从年轻时他就特别喜欢皮蛋。早餐时，他常常习惯配白粥加皮蛋，中午偶尔点份皮蛋豆腐，甚至宵夜也少不了。对他而言，皮蛋不是奢侈品，而是生活里的日常。陈先生常说，皮蛋没有油烟，吃起来清爽，应该比卤肉饭、炸鸡健康多了吧？他的家人也觉得这是无害的小嗜好，没有人真正提醒过他要小心。就这样，他几乎每天都会吃上1到2颗皮蛋，持续了20-30年。直到2年前，他开始出现容易疲倦、夜尿增加、脚踝浮肿等状况。一开始以为是年纪大了的自然老化，但检查结果却让人震惊，肾功能已经明显下降，接近慢性肾脏病第3期。当我进一步追问饮食习惯时，他才恍然大悟，多年来几乎没有一天离开过皮蛋。在详细检查后，陈先生血液里确实检出微量的铅浓度偏高，这让他不得不面对现实。虽然不能完全证明全部都是皮蛋造成的，但这个习惯绝对是长期加重肾脏负担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他时，他愣住了，过了很久才说，原来陪了我半辈子的不是养生的好朋友，而是健康的隐形杀手。朋友们，陈先生的遭遇并不是孤立，这样的故事提醒我们，在熟悉的味道，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慢性病的导火线。那么，除了像他这样长期依赖皮蛋的人，还有哪些族群特别需要小心呢？
朋友们，陈先生的故事提醒我们一件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随意享受皮蛋的滋味。有些族群特别容易受到其中的碱性与重金属影响。如果您或您的家人属于以下几类，就必须格外谨慎。第一类，慢性肾脏病或肾功能偏弱的人。肾脏是排毒的主要器官，负责处理体内多余的铅与钠。一旦肾功能已经下降，在摄取皮蛋中的碱性与重金属，就等于给肾脏加上双重压力。这也是为什么不少肾脏病患，即使药物控制得当，仍旧难以维持稳定。第二类，肝脏疾病患者。铜在体内主要由肝脏代谢，若肝功能不佳，过量的铜就容易累积，进一步恶化病情。对于有肝炎或脂肪肝的朋友来说，皮蛋虽小，却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三类，高血压与心血管疾病患者。皮蛋中额外的钠分摄取会让血压更难控制，很多长辈抱怨，明明有乖乖吃药，为什么血压还是高高低低？其中一个常见原因就是饮食里的隐藏盐分。第四类，孕妇与儿童。铅对神经系统的伤害在孕妇与儿童身上尤为明显，铅会穿越胎盘，影响胎儿脑部发育，也会影响孩子的专注力与学习能力。对这些脆弱族群来说，皮蛋真的不是一个安全的选择。朋友们，如果您或家人属于以上任何一类，请务必慎重考虑。记住，天然不等于安全，传统不等于正确。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习惯的小确幸，却可能在长年累月中慢慢侵蚀健康。那么，如果把视角从个人放大到整个社会，皮蛋对台湾的公共健康又代表什么意义呢？下一段让我们从数据与社会层面来看得更清楚。朋友们，当我们从个人的健康风险放大到整个社会时，就会发现皮蛋的问题不仅仅是饮食喜好，而是一个公共健康的隐忧。首先，皮蛋在台湾的饮食文化里几乎无所不在。早餐店的清粥小菜，家庭里的凉拌皮蛋豆腐，饭桌上的皮蛋拼盘，它不分季节，不分场合，长年累月陪伴着我们。正因为太常见，人们反而容易忽略背后的风险。根据卫生福利部与食品药物管理署的检验数据，虽然市面上大多数标榜无铅皮蛋，但仍有部分产品检出微量铅或铜。对于长期消费者来说，即使每天只有1颗，10年、20年累积下来，体内的重金属浓度也可能逐步升高。台湾的肾脏病盛行率居全球前段班。根据国民健康署的统计，每10位成年人就有1位肾功能异常，这意味着数100万人属于潜在的高危险族群。当这些人持续把皮蛋当作日常饮食的一部分，风险自然更高。不止如此，皮蛋的影响甚至会跨世代传递。很多父母或祖父母习惯在孩子面前吃皮蛋，甚至会分食给小朋友，觉得这是家常味道。殊不知，这样的习惯也在悄悄把风险传给下一代。孩子们一旦习惯了这种味道，长大后就更难戒掉。朋友们，这些数据提醒我们，皮蛋虽小，但带来的公共健康负担却不容小觑。它不只是一道菜，而是可能影响整个族群长期健康的因子。那么，如果我们再回到陈先生的故事，您会看到，当他愿意调整习惯后，身体也真的出现了变化。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一步步改善的。还记得陈先生吗？在得知自己肾功能下降与长期吃皮蛋有关后，他一度难以接受。毕竟皮蛋陪伴了他大半辈子，是早餐清粥的灵魂，也是与老朋友聚餐时必点的小菜。突然要放下这份熟悉的滋味，对他来说就像失去了一部分生活。其
起初他是酌减，少摄取频率，从天天1到2颗改成1周1次。刚开始有些不习惯，觉得清粥少了灵魂，但在家人的鼓励下，他慢慢找到替代方法。他女儿帮他准备了低盐凉拌豆腐，搭配番茄、紫苏、叶与1点芝麻油，不仅清爽，还更有层次感。他的孙子则拉着他一起尝试番茄炒蛋，用熟悉的鸡蛋料理取代皮蛋，既保留了蛋的口感，也减少了重金属的风险。3个月后回诊，陈先生惊讶地发现，肾功能数值不再恶化，甚至比之前稍有回升，夜尿减少，精神也比过去好多了。他笑着告诉我，医师，原来健康不是要我放弃喜欢的味道，而是要找到更聪明的做法。这样的转变不只改善了他的身体，也带来心理上的轻松。他再也不会因为一颗皮蛋而心存疑虑，也愿意把这段经验分享给朋友，提醒大家不要再走他走过的弯路。朋友们，陈先生的故事告诉我们，改变不必是痛苦的放弃，而是找到新的平衡。熟悉的味道固然重要，但健康更值得守护。那么我们究竟该怎么做，才能既保留生活的美味，又能降低皮蛋带来的风险呢？下一段我会给大家3个立刻能开始的行动。朋友们，听到这里，您可能会问，那我以后是不是完全不能碰皮蛋了？作为一位行医30多年的内科医师，我并不是要大家彻底否定传统味道，而是希望您能用更聪明、更健康的方式去面对它。第一个方法，控制频率与分量。偶尔吃一小块皮蛋，并不会立刻造成严重问题，关键在于不要天天吃，也不要一次吃太多。例如，把原本每天1颗改成1周1次，而且只吃半颗，就能大幅降低累积的风险。第二个方法，选择更安全的替代品。市面上有些无铅皮蛋相对较安全，但仍要注意铜含量。若真的想吃，不妨搭配蔬菜一起，例如凉拌豆腐加番茄，既能保持清爽口感，又能补充抗氧化营养。甚至你也可以用温泉蛋、茶叶蛋来取代皮蛋，既有蛋香，也更健康。第3个方法，均衡饮食，分散风险。很多人会忽略，风险不在于单一食物，而在于整体饮食习惯。当您的餐桌上有足够的蔬果、全谷、优质蛋白质，皮蛋的比例自然降低。这样就像一个平衡天秤，让风险不至于集中在同一个地方。说到这里，我要给您3个立刻能开始的行动。今天回家先检查冰箱，把存放已久的皮蛋清理掉，避免不必要的风险。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提醒他们也重新思考这个习惯。从明天开始，尝试用一道健康替代菜取代皮蛋，例如凉拌番茄豆腐，您会发现美味依然存在，却少了沉重的负担。朋友们，改变不必一次到位，而是从小小的步骤开始。只要您愿意踏出第一步，就已经在为自己与家人的健康投资。接下来，在影片的最后，我会用最真诚的心帮您总结今天的重点，并分享一个简单的小秘诀。各位朋友，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皮蛋背后的真相。或许您心里有些沉重，因为它是我们从小到大最熟悉的味道之一。但我要提醒您，传统不等于健康，习惯不等于正确。真正的智慧是在理解风险后，找到新的平衡方式。健康不是靠运气，而是来自每天的选择。长期大量食用皮蛋，确实会让肝脏、肾脏承受慢性压力，也可能增加重金属累积的风险。但如果您愿意调整饮食习惯，把频率降低，换上更安全的替代品，风味仍在，风险却能大幅下降。在这里，我
我要送给您今天达英的小秘诀。想保留清爽的凉拌滋味，不妨尝试凉拌豆腐加番茄或低盐温泉蛋。这些做法不仅简单，也能让餐桌多一份安心与健康。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把影片分享给需要的亲友。也许您的分享就能帮助另一个家庭避免遗憾。最后要提醒，本影片内容仅供健康资讯参考，不能取代医师的诊断与治疗。若您本身有慢性病或正在服药，请务必与专业医师或营养师讨论，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愿您与家人都能吃得安心，活得开心。祝福大家健康长寿。我们下次再见。